在漆黑的夜空下，一片如天鵝絨般柔軟的黑暗，灑滿了璀璨如鑽石的星辰，靜靜地鋪展在我們頭頂。那一刻，你是否曾駐足仰望，心頭湧起一股莫名的悸動？那些遙遠的光點，看似如此親近，卻又無比遙遠。可是，當人類最精密的射電天文台，將他們靈敏的耳朵對準無垠的宇宙時，卻只聽到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。沒有友好的問候，沒有機械的低語，沒有工業的火光。這視覺的華麗與聽覺的空虛之間的強烈對比，正如一層厚重的鐵幕，悄然遮掩着人類存在以來最深沉的謎團。1950年，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爾一句銳利如刀的提問，撕裂了我們對宇宙的美好幻想。如果宇宙充滿了生命，那麼大家究竟都到哪裏去了？時光流轉至2024年，人類已確認超過5000顆系外行星。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正孜孜不倦地剖析那些行星大氣的光譜，然而答案依然是零。即使是阿維諾布領導的伽利略計劃，竭力追尋像奧木亞這樣星際天體的物理證據，也未能捕捉到任何來自先進文明的技術跡象。那種空蕩蕩的感覺，像極了在廣闊海洋中呼喊，卻只聽見自己回音的孤獨。銀河系中，估計有約3億顆行星位於宜居帶內，看似充滿希望。然而，生命的存在遠不止於一個舒適的位置，它需要強大的磁場盾牌來抵擋致命輻射，需要穩定的氣層來保護脆弱的表面。就像 TRAPPIST-1行星系統，那悲傷的例證，行星風暴如狂暴的烈焰，剝奪了行星們的大氣，將它們變成荒涼的沙漠。但希望往往在最幽暗之處悄然萌芽，例如木衛爾歐羅巴或土衛爾恩塞拉都斯，那些隱藏在厚厚冰層下的地下海洋。那裏，潮汐能量取代了陽光，溫柔地滋養着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，讓人不由得想像，在那冰冷的黑暗中，是否正有奇異的生物在緩緩游動？德雷克方程式曾是人類量化智慧生命機會的勇敢嘗試，如今卻面臨全新的化學障礙。論這種對 DNA 至關重要的元素，在宇宙中的分佈極不均勻，許多富含水的行星，或許永遠只能保持無知無覺的狀態。最致命的一擊，來自方程式中的 L 變數，一個文明的存續壽命。如果一個種族僅能存在不到1萬年，那麼在宇宙138億年的漫長歷史中，兩個文明相遇並捕捉到彼此信號的機率，幾乎等於0。它就像兩隻螢火蟲，在一片廣袤無邊的森林中，相隔數百萬年才各自閃爍一次光芒，時間的錯位讓他們永遠無法相見。這份孤獨，緩緩滲入心底，讓人感受到宇宙的廣闊與自身的渺小。於是，大濾鏡假說如同一把進化的鐮刀，悄然浮現。它阻擋着文明從行星搖籃走向星際帝國。如果濾鏡已落在過去，那麼我們便是宇宙中唯一的中獎幸運兒，獨自閃耀着。但若它還在前方，或許是失控的人工智慧、核武威脅，或是氣候災變，那麼在火星上發現細菌化石，將成為一紙死亡判決。它證明生命其實普遍存在，而那滅絕的陷阱，正靜靜等待每一個文明。黑暗森林假說則帶來更為驚悚的視覺，宇宙宛如一座茂密的叢林，每個文明都是平息潛伏的獵人。任何愚蠢地點燃火堆或高聲呼喊的家伙，都會瞬間被隱藏在暗處的其他獵人消滅。宇宙的寂靜，並非因為空無一物，而是充滿了無數雙在夜色中窺視的眼睛。人類那些天真的無線電信號，或許正如在自己星球上畫出一道醒目的靶心，邀請未知的危險降臨。那種潛藏的恐懼，讓人不由得放慢呼吸，細細品味這份隱秘的緊張。然而，這黑暗森林的執念，
或許只是人類原始恐懼在心靈上的投射。事實上，宇宙並非真正沉默，只是我們人類的聽力完全失聰。我們執着於搜尋無線電波，一種早已過時的技術，在數千光年的距離上，輕易被宇宙塵埃扭曲吞噬。等待先進文明發來無線電訊息，就如同亞馬遜叢林中的部落，豎喺耳朵聆聽遠方城市使用光纖傳來的鼓聲一般天真可笑。當天文學家意識到無線電耳朵的脆弱，他們便轉向尋找技術跡象而非單純的生物跡象。生命可以隱藏，但工業的熱量卻無法掩蓋。2024年5月，蓋亞衛星透過赫菲斯托斯計劃傳回的資料，鎖定了7個潛在候選體，它們散發出無法用自然現象解釋的過剩熱輻射。這並非僵硬的帶芯球，而是更為靈動的帶芯群。數十億顆衛星如巨大蜂群般環繞母星收集能量，造成光譜而困惑的異常凌日痕跡，讓人不由得想像那宏偉卻隱秘的工程。可是，如果他們已能拆解整個行星來建造超級結構，為何那些能自我複製的馮諾依曼探針艦隊，至今仍未叩響太陽系的大門？一艘以光速10%航行的機器，只需最多5000萬年，便能覆蓋整個銀河，這在宇宙尺度上，不過是一眨眼的功夫。這種缺席，迫使我們打破純粹生物學的框架。那些跨越大濾鏡的文明，或許早已蛻變成後生物實體。當意識上傳至量子矩陣，他們不再向外擴張爭奪物質，而是選擇內在的升華，將整個文明壓縮於自身之中。藉由人工黑洞與時間膨脹，他們達到近乎神聖的計算效率，並徹底隱形。甚至，他們可能正處於宇宙冬眠狀態，耐心地等待環境在數十億年後冷卻，以符合熱力學定律來最佳化資訊處理。那種寧靜的內省，讓人感受到智慧超越物質的深刻魅力。若非選擇這種內斂之路，地球周圍的寂靜或許可用滲透效應來解釋。星際殖民網絡以集群方式擴展，留下了廣袤的空白區域，而太陽系恰好無意中落入其中。更令人不安的是動物園假說，地球其實是一座被有意隔離的保護區。人類的孤獨，並非意外，而是星際社群的保護機制。他們平息觀察這個暴躁的物種，是否能跨越技術的瓶頸，證明自己值得在群星議會中發聲，抑或將在自己的火焰中自我毀滅。在這漫長的宇宙敘事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科學的邊界，更是人性對未知的敬畏與渴望。這些深刻的洞見，來自無數科學家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，從因理科費米島阿維洛布，以及所有投身於這場偉大探索的同仁。他們以智慧與勇氣，點亮了我們對宇宙的理解。在此，我們由衷地向他們致以最誠摯的感謝，正是他們的奉獻，讓人類在這片廣袤寂靜中，依然懷抱着好奇與希望，繼續前行。